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點睇歷史。一個係開創大漢400年基業嘅漢太祖高皇帝，一個係奮鬥一世都只能偏安一隅嘅漢昭烈帝，一個係統一天下，一個係三分天下有其一。中間嘅差距係肉眼睇得到嘅客觀事實。首先，我哋要講最避唔開嘅一點，就係軍事能力。好多人睇三國，睇嘅係計謀、舌戰群儒、宅心仁厚。但實際上喺冷兵器時代，尤其係打天下嘅階段，你想做大佬，想嗰班囂張跋扈嘅軍閥服你，首先你要打得。我哋嚟睇下劉邦點打仗。好多人受民間傳說影響，覺得劉邦就係個市井之徒，靠韓信打仗，靠張良陳平出計。呢個真係天大誤解。劉邦唔止打得，而且係嗰個時代頂級咁打得。劉邦剛起兵時，手上有乜嘢？3000烏合之眾咋，連正經兵器都唔夠用。佢首先打嘅係佢老上司秦國試水郡嘅郡監同郡守，帶領嘅係秦國正規軍，係正正式式嘅郡國才官。結果劉邦連破郡監同郡守，跟手仲遇上噩耗，就係佢最信嘅雍齒帶住佢1/3嘅地盤叛變。呢個開局話係地獄難度都唔誇張，換做一般人可能已經崩咗。但劉邦點做？佢好快調整狀態，復攻胡陵、取支，再打方輿。就算過程中被魏國偷襲後方，佢依然可以迅速拉起大支人馬，甚至到後來公認好打得嘅章邯，喺劉邦玩定3旬期間同劉邦交手4-5次，一次都冇贏過劉邦。由東阿一路打到費丘，可以話係從頭被劉邦打到尾。你試諗下，如果劉備有呢種本事，可以將袁術或者呂布打到趴街，徐州嗰啲麻煩事仲會發生咩？再講遠啲，西征滅秦呢件大事，交俾劉備玩唔玩得開？當時力宜機勸劉邦時講得好白，你嗰班唔夠萬人嘅雜牌軍想去打關中，係送羊入虎口。結果劉邦就帶住呢班人行4000里西征，一路打咗20幾場硬仗，真係殺入關中，滅咗秦。呢個時候實有人話劉邦係執死雞，係項羽喺前面頂住秦軍主力。唔好講笑啦，項羽係幾咁狂怒嘅人，如果覺得劉邦係執便宜，佢點會忍？項伯同項羽講，沛公唔先破關中，恭喜咁入庫。項羽聽完仲覺得有道理，就承諾唔攻擊劉邦。咁代表咩？代表喺項羽眼裏，劉邦嘅功勞係實打實嘅。連呢位西楚霸王都唔敢唔認，更唔使講之後嘅楚漢大戰。對劉備呢種體諒嘅軍閥嚟講，呢啲真係超晒班嘅嘢。劉敬後來同劉邦回顧嘅時候講，嗰幾年係大戰70，小戰40，打到天下百姓肝腦塗地。劉邦自己身披重創12處，其中俾箭射穿嘅就有4處。最經典嘅一次，項羽埋伏公老首，一箭正中劉邦心口。如果換做普通統帥，估計當時軍心早已打亂。劉邦係點做嘅？佢忍住劇痛，摸住隻腳話：呢個老賊射中我腳趾。跟住為咗穩定軍心，張良死勸佢起身勞軍。呢位身受重傷嘅皇帝，硬係頂住秦氏軍營。點解？因為將士知道，只有劉邦生勾勾，只有劉邦帶住佢哋先會贏。呢種統帥威望同信念，係從一場場血戰裏面打出嚟嘅。劉邦嘅軍事生涯只有14年，俾佢親征滅咗嘅政權就有10個。群臣俾佢賞嘅諡號係高，漢高祖呢個含金量真係堅。同呢位高皇帝比，劉備嘅軍事水平雖然唔算差，但喺同期嘅曹操面前，明顯係輸蝕一截。有個好經典嘅畫面，特別可以說明問題。劉備之前吹牛話曹操呢個老賊，就算我淨係帶百幾人，我都唔驚佢。如果佢自己嚟，我就唔知點算啦。點知下一秒聽講曹操真係殺到，劉備大驚，連燒緊嘅火炬都未熄，自己帶住幾十騎出去望一眼，見到人哋升旗拜日，即刻棄關而逃。呢種心理素質，同嗰個中咗一箭仲可以談笑風生嘅漢太祖比，確實差咗啲火候。《三國志》作者陳壽嘅評價都好精準，機權干略，不敵魏武，是以機與易合，即係話喺機變權謀同才幹方略上，劉備都唔夠魏武帝曹操嚟，所以佢建立嘅基業版圖亦都相對細。
第二個原因，我哋要講下時代嘅變遷，同呢個變遷帶嚟嘅政治遊戲規則嘅改變。好多人中意搞關公戰秦瓊，覺得將劉邦穿越到三國都可以橫掃千軍，其實冇咁簡單。秦末同漢末雖然都係亂世，但底層邏輯已經完全唔同。秦末嘅主要矛盾係乜？係秦朝暴政下，官吏階層企喺所有人嘅對立面，六國舊貴族、平民百姓，大家目標一致，推翻秦朝。而且秦朝倒台之後，有巨大嘅存量利益釋放出嚟。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，秦民大喜。點解會得？因為之前壓喺大家頭上座山，有人搬走咗，個個都有得益。但到漢末就唔同啦。東漢末年嘅主要矛盾係世家大族、地方豪族同底層百姓嘅矛盾，最後演變成軍閥之間嘅兼並戰爭。呢個時候，社會資源已經高度集中喺各大世家豪族手裏。譬如劉璋，佢就係典型嘅依附益州本土豪族先維持到統治嘅保鏢角色。劉備任叔面臨嘅係乜嘢？係一啲存量利益都冇。你想攞地，就要從世家嘴入面搶嘢食；你想用人，就要豪族讓位。呢啲唔係發篇下文，嗌兩句口號就可以解決。所以劉備入蜀一定要流血，一定要清算劉璋背後嗰班豪族勢力。呢個注定係漫長而且痛苦嘅過程。就咁樣導致劉備同劉邦有另一個致命差異，就係政治手段嘅失靈。劉邦當年係點打天下嘅？佢有一套絕招，叫做畫大餅搞分封。佢可以封韓信做齊王，另一個韓信做韓王，彭越做梁王，莊圖做燕王，英布做九江王，個個都有自己嘅江山。大家一聽，覺得呢單交易好着數，搏命幫佢打項羽。等到項羽滅咗，天下太平，劉邦反手就將呢班異姓王逐個收拾。呢招點樣？高明啩，但副作用亦都好大，就係令到呢招喺後世直接臭晒。到咗三國時期，嗰班有兵權、有地盤嘅軍閥，邊個唔係將韓信、彭越、英布嘅故事讀咗800次？佢哋心入面清清楚楚，所謂許諾封王，只不過係一張現實體驗卡，真係要拎條命去搏，最後死咗都唔知點解。劉備慘就慘喺呢度，佢起點太低，冇家族勢力，早期淨係靠2個結拜兄弟，嗰啲係情分，唔係血緣政治。後來吸納嘅人來源五花八門，有啲係其他集團失敗走出嚟，有啲係半路投靠。呢種團隊睇落理想主義，其實四面流風。劉邦當年可以搞聯軍，可以令彭越、英布配合圍攻項羽。去到劉備呢邊，孫權就係個活生生嘅反面教材。你叫佢配合北伐，佢唔單止唔配合，仲趁機搞白衣渡江。點解？因為孫權知道呢個年頭手上有地盤先係真嘅，嗰種天下共主嘅大義喺實實在在嘅利益同生存恐懼面前，脆弱到好似紙一樣。就係因為咁，我先話時代變咗。秦末係打暗牌，仲有偷雞嘅機會；三國係打明牌，大家已經攤開晒，就係比邊個牌多，邊個體量大。喺呢方面，劉備手裏嗰副牌確實冇得同曹魏嗰個龐大嘅家族集團比。好啦，前面我哋分析咗2個人嘅軍事能力差異、政治環境唔同、社會變遷。咁第4點，我哋要從個人性格導致嘅決策風格上揾原因。劉邦係心理極之健康嘅完美人，佢做決策嗰陣可以將自己嘅感情、道德包袱剝得乾乾淨淨，極之理性、極之功利。為咗勝利，為咗大局，佢可以唔要面，可以忍辱負重，可以犧牲任何人，只要唔犧牲自己就得。但劉備唔得。劉備呢個人最大嘅優點係仁義，係有人情味。但喺嗰種你死我活嘅爭天下遊戲裏面，呢樣嘢就變成佢嘅軟肋，變成佢嘅道德包袱。